一个人上好拢有伊家己的家石头啊。为什么啉茶爱用品这字呢？品名，就是三喙。第一个鼻芳啊，第二个啉者，那你喙齿啊尖头。哦，舌尖主甜，舌根主苦，两边主酸涩。由于你舌面甲经过，舌面生津，舌底涌泉，啉落去，就好像赤裸裸漫步在云端，奔向草原，母亲的怀抱，吸取第一道乳汁那般的甘甜呢、有人要买无？有人要买无？8字尔，恁所有的表演8字尔，无中生有，小茶大作。无要讲到有要讲到大条，所以你今日要表演啥？你有啥物功夫？啊，足清楚的。所以恁转去有几台车，有几种香水，有几种全世界迄个名牌的衫，有啥物皮包啊？恁拢爱比别人，每一项拢爱知影10项以上，必须要甲咱生活当中的百工百业、百工百业，拢变做恁家己的头路。恁出去才袂去互欺负。恁才是师傅。